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《巧莲智·巧虎》这本月刊，已经发行35年。创刊以来，高达183万的家庭拢有订互囡仔看过，真受到家长甲小朋友的喜爱。即摆讲这本月刊要收起来了，业者来宣布，就为3月初1开始，袂阁来收新用户，若旧用户会继续来出刊，一直到用户到期为止。 有家长讲，这个消息伫移动界是真大冲击，讲甲纸本的月刊收起来，恐惊会来增加着囡仔使用3C 产品的机会。红萝卜在哪里？萝卜。对，萝卜。掀开彩色红仔册，对册内底查甫主角巧虎同齐合适，互囡仔学甲真有兴趣。另外一本可以当放音乐。 饲一个地当听着音乐，或者是走出野生动物，风花图到达道区，互囡仔一个耍就耍个调。真侪爸母拢一定巧莲智，互囡仔学习。不过业者煞形容宣布，纸本的月刊要行一日数。今年3月初1开始，就袂当个订册。很可惜啦，很多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赶快去订。”可是结果昨天整个那网页都大宕机，应该很多妈妈在唉声连天。巧莲智月刊已经发行35通，一月183万的家庭订来看。不过业者考虑到环境变迁，读纸本的惯势改变，会将月刊的商品转型。有家长讲，这个消息伫咧移动界受到影响天多，未需暗示内美会退休的消息。真侪家长嘛烦恼，纸本月刊当店未搁再出版，互囡仔看3C的机会得变多。很商业。 要我孙女他们疫情期间呢，都是线上，结果上的那个眼睛度数都加深。你在阅读文字，同时对那个文字进行解构嘛？那个解构过程里面，当然对你的那个想法跟所谓语言上的活化会有帮助。业者强调，未来商品要如何调整，还搁伫咧评估。不过巧莲智网价含 YouTube 频道备受影响，只是巧莲智是真侪台湾人欢喜，嘛陪伴真侪囡仔大汉。今晚传出停刊的消息，互家长拢料想袂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